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2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啊。今天这个胡适正如咱们这2天一直提醒的，果然来了一个暴跌今天市场全天是低开低走，创业板领跌，沪指失守3400，截至收盘沪指跌 1.29%， 深成指跌 1.76%， 创业板跌了 2.17%。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 1.55万亿比昨天多了1000亿，也就是跟昨天比叫放量下跌，但实际上成交量还是不大就是 1.55万亿左右所有的热点概念都在退潮，全市场超过4200只个股下跌，跌 10% 以上的有47只，跌 7% 以上的有198只，跌 5% 以上的541只，跌 3% 以上的1473只，也就是今天的金融消费者可以说是损失惨重。这个前半个月如果赚了钱没有及时收手的金融消费者，恐怕这一下基本上全还回去了。我昨天对吧，是前天那个节目一直说阴云密布随时都有暴跌的可能。当然了，这个金融消费者他是听不进去的，因为他总觉得因为他在那个已经上头了，他自己已经把自己骗了，总觉得这个牛市来了，慢牛。实际上就是为什么会跌呢？因为它本来就不应该涨到3400，它没有理由到3400，都是人为的，都是因为美股暴跌有很多资金外溢。正好你这边不是讲科技股的这个概念吗？那人家随便拿点过来配置一下，港股就暴涨，港股一暴涨带动了胡适，以为科技股有人呼应。但实际上胡适这个主力资金自己对科技股的这个故事都不相信，都随时准备走路跑路这道理比较简单因为接下来就是这个年报披露的叫高峰期就要到了，马上要披露年报。你说咱们这次主要的科技股哪一个经得起检验？应该是昨天还是前天，我们拿鸿浩那个经济学家已经说了，当人们关心业绩的时候，你前面讲的故事就不成立了，那言下之意就赶紧跑吧，再不跑就成了山顶资本。还有人傻傻的在那等，甚至有人拿咱们的这个什么腾讯、阿里、京东跟美国的这个什么七枝花比，确实有点这个太疯狂美国的那七枝花不管它怎么样它涨涨跌跌的，它是全球布局。你说京东你服务的对象是哪里京东跟亚马逊能比吗？腾讯是很厉害，腾讯能跟谷歌比吗？所以说当那样的比较文章一出来，说明已经开始出货了，有人已经不顾一切开始编造，目的就是让散户金融消费者相信你老老实实在这顶住，让他们先撤。当这个外资机构疯狂唱多的时候，实际上都在掩护主力撤退你看港股也全面回调，昨天那个美银证券说了，这个港股恒生指数随时会面临这个大幅度的回调恒生科技今天又跌了 3%， 未来中芯国际跌幅显著，市场担忧业绩风险与特朗普关税政策不确定性。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不确定性不是今天才有这不一直有吗？为什么今天跌呢？本质上还是业绩一个是业绩，一个是炒港股的那些外资人家目的达到了走了，他们才不是什么长线资本，从那个美股撤出来的资金人家暂时找个地方闲着也是闲着，下雨天打孩子，所以他来这个恒生科技股来薅一把羊毛，薅完就走。全球市场格局变化，日经指数强势，印度股指连涨，可能引发资金流向调整。还有一个就是对吧？前天北京商报发了一个著名的股市评论，叫让股市赚钱，促进消费。这个我也介绍了这种文章一出一般的就是高点了。我记得2023年应该8月份，经济日报还是什么报也是来了一个一样的文章让散户赚钱。这个文章一出广大散户信以为真，热血澎湃，结果后面就连跌，一直跌到新村长上任，跌了大半年。前2天北京商报这篇文章实际上就是吹响了一个什么什么号角。但是金融消费者就这样，既吃不记打，同样的手法再来一遍，他一样的还上当，这就没有办法。就这样的市场有什么值得参与的？你参与到现在赚到钱吗？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观望。对于我们这个韭菜来说
没有参与的价值。你或许啊能在短时间里面，在某一个时期里面似乎账面有盈利，但是要真正把它作为你赚钱了，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一个零和博弈市场。当然了，如果你说我把自己定位为消费，甚至啊更光荣一点，你说我就是做贡献，那这个没问题啊，在这个资本市场做贡献消费是一样的，也是为国啊分忧啊。这比那些天天扯着嗓子喊，对吧，让李嘉诚不要把港口卖掉，比他们要强得多。你好歹是拿实际行动啊来支援，这也比加特老师啊强得多啊。加特老师一边喊着爱国，对吧，作为反美斗士啊，在国内他不投资胡适，他跑到美国买小房子投资美国，他把这个定义为反美，作为反美斗士今天塌房。今天这个司马南老师啊以这种方式啊重新出现在网友的面前啊，以一个反面教材、反面典型，一个可以说是犯罪分子吧，这种形象啊展示在这个世人面前。按理来说啊，他的粉丝、他的拥趸呢应该清醒一点，但是我今天观察了一下，我发现作为司马南老师的铁粉啊，那一个个的还是铁齿钢牙呀，跟司马南老师一样，三寸不烂之舌还在狡辩。这个司马南老师啊，通过媒体做了这个关于偷税啊做了个回应，这个确实啊让人知道什么叫死不悔改。司马南回应偷税被罚超900万，说低头认错，不求原谅，已缴纳罚款和滞纳金。你看看啊，表面上看这个态度还是可以的吧？就像那个315晚会啊，那个啄木鸟维修啊被曝光以后，啄木鸟多次曝光以后啊，他终于啊觉得累了，说我也不公关了，你们瞧我怎么做就行了，甩出这么一个嘴脸，我也不想解释了啊，我先修理自己，再修理客户。这个司马南老师也是啊，低头认错，不求原谅啊，就我已经认错了，我也不求大家原谅，老老实把钱交了。但是啊，这只是他的表面，司马南老师往日那种嘴脸呢暴露无遗，表面认错，实则甩锅。3月21日，司马南通过身边工作人员向记者回应偷税案件的处罚称，低头认错，诚恳检讨，不求原谅。司马南说啊，他6年来在某 MCN 一共获筹600多万元，一年就是100万了，但罚款和滞纳金共缴了900多万元。你看啊，明明啊国家税务局已经全文公告了，司马南还在这混淆视线啊。他这意思就是我其实没挣多少钱啊，我这6年就600万，这600万从那 MCN 机构拿到的，我现在罚款就罚了900万，我这还倒贴300万呢，似乎他挺委屈。你看是不是这意思啊？他这么说就是表明他很委屈，这哪里有什么啊诚恳检讨啊，这就是死不悔改。司马南表示，他已在18日和19日分2次缴纳全部罚款和滞纳金，这是他应该的，你不交试试。关键是在后面啊，说司马南表示，如果还能有在网上发生的机会，他会仔细讲一讲他是如何成为偷税者的。对于此事的发生，司马南称主要与他轻信 MCN 公司会代扣代缴税款有关。你看看，非常丝滑的啊，把责任就推到了 MCN 机构头上。言下之意就是 MCN 机构说过他会替我代扣代缴税的，结果我相信了他，我轻信了他，我以为他替我扣了，是不是把这个责任就非常丝滑的啊，毫无痕迹的，悄无声息的就扣向了这个 MCN 机构。司马南认为他得到的教训是跟 MCN 公司合作，通过协议确保公司承诺代缴税款必须真实有效。继续啊，把这个甩给 MCN 公司的这个帽子给他扣实。首先啊，跟司马南合作的这个 MCN 公司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税务局应该接着查。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这个 MCN 公司恐怕也存在偷逃税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这个 MCN 公司啊，下面好像还不是一个司马南老师啊，还好多老师啊，这老师一窝啊，这老师那都是一个一个的啊，大名鼎鼎。这司马南老师在里面不是最出名的，恐怕赚钱也不是最多的。这个 MCN 公司好像跟司马南老师同一个 MCN 公司的这个出名的老师啊，排名不分先后啊，是不是有灿荣老师，有这个维维老师，还有什么老师啊？山东专家是不是啊？总之啊，那个 MCN 公司里面老师不少，应该挨个查查，因为他们的流量不比司马南老师少。司马南老师今天啊对媒体说这个，
实际上是有几个目的，一个就是为自己狡辩，对吧？这不是我，我以为他们替我代交了，但是这个狡辩不成立啊，因为早上我做节目说了，国税局说的非常清楚，是司马南通过，对吧？虚报收入，他那个影视策划中心本来够不上小微企业，他深深给他报了个小微企业啊，跟那个中国烟草一样嘛。完了，这个你也能怪人家 MCN 公司吗？你看看啊，所以说司马南老师这个时候了，还在狡辩，还在强词夺理啊，真是煮熟的鸭子嘴烂，嘴硬啊。那司马南老师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他就是抱怨呢，就我倒霉啊，我们一个公司的那么多人，那些老师为什么没事呢？都是一个 MCN 公司的，这个就相当于公开举报啊，希望有关部门啊要重视。这是司马南老师，对吧？这是最后，对吧？作为一个犯罪分子啊，他积极举报要立功啊。我建议啊，司马南老师应该实名举报，实名公开举报，对吧？某某某老师，还有某某某老师，那偷税比司马南老师偷的多得多，这就掀桌子，这谁也别吃，对吧？爱国流量本来三分天下，对吧？有司马南老师，对吧？3分之一啊，对吧？结果你说这个司马南老师这下爱国流量是吃不着了，他自己说了啊，你看他这个表达很有意思，他说如果还能有在网上发生的机会，你看他还在做梦啊，还想着什么时候再杀回爱国赛道，还来继续收割啊，不放弃啊，不放弃不抛弃，心中永远有梦想有理想。就这个劣迹艺人，他还要准备杀回来，还想在网上兴风作浪，这个你说这是什么样一个人？他没有说啊，我从此以后啊，我销声匿迹，我就忏悔去了，我就反省去，发自内心的反省，对吧？深挖自己内心深处的这个邪念，没有啊，他是希望赶紧东山再起。为什么要东山再起呢？因为这么多爱国流量，他不来挖，全让那几个人挖了，全让那几个人割了。那些老师一个个的啊，要蚕食加特老师的流量，加特老师的徒子徒孙呢，这些什么粉丝，对吧？肯定都被那几个老师收割了。所以说啊，这个加特老师一方面还希望自己能东山再起，冲出江湖，再割韭菜，再薅这个国有资产；一方面呢，也相当于在举报啊，对吧？那几个老师不能放过他们。他最后指控这个 MCN 公司承诺的代缴税款不是真实有效的，他这个指控很要命呢。他表面上看是为自己说话，实际上是相当于把他的同志啊都出卖了，就我们都一样的。那为什么我这就是偷税漏税？那维维老师就不算呢？这个司马南老师啊，确实啊，临死也打算拉几个垫背的啊。虽然这些垫背的也不是什么好人啊，这应该属于狗咬狗了。所以说我也希望有关部门把这个 MCN 公司以及 MCN 公司下面的几个老师啊，给他查一查，大数据给他上一下。总之啊，这个司马南老师啊，通过媒体啊向外传达的，你能看到他有一丝悔过之意吗？有一丝低头认错的意思吗？充其量是嫌自己命不好，点儿背，被人骗了，责任都是别人。简单点说啊，就是钱不得不交，错但是坚决不认。既然没有错，何来的请求原谅？所以我在网上看到啊，这个司马南老师很多死忠粉呢，所谓的正能量，纷纷在为司马南洗地啊。你比如说有人说啊，曾经支持司马南的人，多数都是善良智慧的爱国人民群众，堂堂正正站着不跪下来崇洋媚外的爱国人民群众。就这样的群众啊，被司马南连麦2次，居然还说是善良智慧，这怎么体现智慧2个字呢？爱国人民群众智慧，会独立思考，不会盲目支持司马南。司马南犯错也会受到爱国人民群众批评，而那些盲目崇洋媚外的生物，在说司马南之前，在诋毁攻击爱国人民之前，先学会站起来当个人吧。这就是典型的是糊涂蛋，把爱国人民跟他自己等起来，再跟司马南也等起来。他以为自己脑袋贴个爱国标签，他就是爱国人民，他仅仅是国有资产。国有资产没有什么属性啊，对吧？没有什么爱国不爱国，你是国有资产，哪有什么资产爱国呢？你的所有权属于国家，把这个搞明白。然后你这个资产，国家可以割，司马南割那是犯法，那是侵吞国有资产，对吧？把这些基本概念先搞清楚。这些人还以为司马南是爱国，爱国在国内逃税，跑到美国交税，这叫爱国啊？这才叫崇洋媚外啊！在国内逃税，跑到美国去交税，跑到美国买房，这才是妥妥的崇洋媚外。所以说这些人呢，能做，很多网友已经说过了啊，司马南不骗正常人，
这个凤凰网很有意思啊，恐怕这次也是抓住机会了啊。这个司马南老师啊，平时啊没少阴阳这个凤凰网。凤凰网搞了一个叫凤凰小调查。首先啊，凤凰网它是对这个司马南老师啊偷税漏税这种光荣事迹啊做了大篇幅的报道啊，这个反响不错。然后凤凰网下面搞了个小调查，它这个调查问题设计的也很有意思，非常有特色，叫凤凰小调查。司马南偷税被罚926.94万，你怎么看？他给了几个选项啊。第一个说，听到司马南偷税，你什么感受？愤怒，他居然做这种违法损害国家利益的事，这个是20%的人啊选这种。说震惊，没想到正义大 V 竟然这样赚钱，这个是占28%。说失望，我原来以为他是个好人，这个占16%。更多的人是什么呢？说预料之中，一看他就是个投机取巧、违法乱纪的人，这个占36%。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说，司马南偷税超500万，被追缴罚款900万，你怎么看？选大快人心，再多罚一点更好，占28%啊。哀叹投机者的下限如此之低，占15%。说反思，我们要时时提防司马南这样的人，占38%。然后还有追问，是不是还有别的猫腻，占19%。今天啊，很多媒体说啊，说司马南被办，标志着咱们这个民营经济的经营环境向好。哎，这个凤凰网甚至说啊，一段时间以来说网上流传呢，如果办了司马南，那么民营经济就标志着进入一个新的这个阶段。这个意思啊，确实啊，我觉得咱们从2022年以来，对吧？我记得我在做节目的时候就一直反复强调啊，判断这个环境好没好，很简单，就看司马南有没有给他限制起来，最好是抓起来。当然了，不能以他的立场和言论抓他，而是他有犯罪事实。2023年大概10月份的时候，我当时就说这个年底啊，就是2023年年底，司马南有可能要出事。但是很多人都盼着看看能不能兑现，结果啊，迟迟没有出事。到了2024年10月份，司马南才被禁言，差不多晚了将近1年。恰恰是这1年啊，司马南是变本加厉，他在这里面搞出了一个西凤酒事件，还搞出了很多啊，对吧？攻击这个其他民营企业等等，在网上制造对立，去哪儿喊打。司马南老师不知收敛，当然也没有充电啊，看我节目。如果他充电看我节目，他不会有今天呢。我记得这个普里戈金出事的时候，是不是网友都呼吁啊，胡锡进老师啊，司马南老师赶紧充电，不充电都要倒霉。你看看，就为了1个月省了50块，蚂蚁都是肉啊！他收入那么高，他一年100多万的收入，充个电他都舍不得。完了之后他还想办法偷税漏税，这下好了，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对吧？如果他充电了啊，但凡看个1-2期节目，我这每天都这么苦口婆心的劝他，他也不至于这么惨。就这个他指望东山再起，我是建议他啊，还是洗心革面，安度晚年呢。这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啊，实在不行，对吧？就去美国也可以，不要藏着掖着了，堂堂正正做个人。就像他的粉丝说的一样，这种钱挣的啊，一亏心，二呢也拿不住啊。你看这是不是典型的叫有命挣没命花呀？啊，挣了600万，完了还交出去900万，自己还搭上300万。这个胡锡进老师啊，也对他的老朋友啊，这个做了点评。我感觉胡锡进老师是喜忧参半呢，就既高兴又震惊。高兴的是老朋友终于平安了，震惊的是老朋友只罚了900多万，显然力度还有点小啊，没能这个倾家荡产，对吧？美国的小房子没没收，这个确实啊甚为遗憾呢。胡锡进老师说啊，他说司马南偷税被罚900多万，偷税违法，他被罚，对所有名人又一次敲了警钟。严格纳税，这是对每个人的长期考验，真是松懈不得。下面胡锡进老师说啊，他说国家就税说税，但网民们这么轰动，还是因为司马南之前的言论争议过大，特别是他在一段时间里对民营企业、对有的文化名人持过于激烈态度，很多人视他为这类攻击性舆论的旗手，还有一些人可能盼着他出事。在如今的互联网上，很多大 V 毁誉参半，谁出事都可能溅起一片欢呼声。但不能不说，司马南的这个情况是最突出的之一。你看看，给司马南老师啊，还是给了一个冠军呢称号，他是最厉害的嘛。胡锡进老师这个劲儿，就文人英坏就在这儿。他前面铺垫啊，是意思就是，大 V 啊出事很正常，这网上大 V 出事多了去了，
就这意思啊，没啥啊。后面话锋一转，司马南老师啊，那是这里面的佼佼者，对吧？他出事的姿势都不一样。有不少市场打拼人士希望用他的被处罚为民营经济实现新的更大繁荣祭旗，这个在网上已经形成共识，对吧？如果司马南老师不倒，对吧？这些致富小能手啊，致富带头人的都是噤若寒蝉。虽然司马南老师自己啊，事实证明他也是致富小能手啊，他也是致富带头人，对吧？那他一年100多万呢，这还只是 MCN 机构啊，还不算他拍电影赚的钱呢，他还代言赚的钱呢。这只是 MCN 机构给他的钱，一年100万。胡鑫老师说啊，回头看我们的舆论场，在坚持大原则的情况下，保持一定的宽容，确实是很必要的。这包括在争议时尽量就事论事啊，这个就是在这个数落啊，也就是在以一个长者的心态啊，这个面目在教训这个司马南老师。意思就是说啊，这个你在争议的时候啊，尽量就事论事啊，不要把冲突啊变得不可调和，仿佛你死我活，要给社会和谐多留一点空间。你看这教育这个他的老朋友，你看啊，对普通人、民企和文化名人都应该这样。然后说太严厉了，像之前那样一些人什么都上纲上线，其实对所有人都是风险。你看说的就是司马南老师啊，你对别人上纲上线呢，不利市场经济的不断发育繁荣。最后胡鑫老师啊，这个盖棺定论呢，说司马南逃税被罚曝光，对他无异于雪上加霜。就我一贯主张来说，我会愿意他也能有汲取教训，做出自我修正的机会。你看这胡鑫老师就得了便宜又卖乖，就是说我是愿意这个司马南老师有付出的机会的，不就这意思吗？自我修正的机会吗？但实际上他这纯粹是卖乖啊，他知道司马南老师作为劣迹艺人呢，已经没有付出的机会了。这个也正体现出胡鑫老师啊，他不愿意把人得罪死，对吧？这个时候就是司马南，你要是被封杀了跟我可没关系啊，我是希望你出来的出来主持这个爱国这个工作对吧？继续举这个爱国大旗奈何这个是社会不容你，不是我胡锡进不容你就这意思接下来个刽子手行刑之前先念一段，对吧？说不是我要杀你是谁要杀你，对吧？你冤有头债有主，你以后走了到那边去，你可别找我这胡锡进老师就这意思冤家宜解不宜结胡锡进老师会以什么方式谢幕呢？对吧？司马南老师是以这么一个可耻的形象谢幕的，他是违法犯罪分子所以胡锡进老师也引以为戒，该充电充电。胡锡进老师最近把枪口对准了李超人，拼命的在那拱火浇油这个还是要小心谨慎前面自己劝司马南不要上纲上线，自己到了李超人这儿就开始上纲上线。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